那有民众是表示，新竹的南寮渔港下年烟火本数拢无人请、无人拼，这是因为新竹市市长高虹安上任了后，甲环保局派遣的员工拢是头路，才无人去拼清本数、甲拼本数。严格市府是背回讲，这是无影无迹的消息，是假消息，而且嘛讲要告散播假消息的人。 网络顶悬有人在传讲，因为新竹市新市长高虹安就任以后，决定要甲环保局毋是正式的员工全部洗头路，才造成新竹南寮渔港无人拼本数。市府知影了，赶紧公开澄清。在这一段连假期间看到的一些事情，真的让人感到蛮痛心的。包含说有一些民众可能将一些我们的明明就已经排除的南寮渔港的脏乱问题，用旧的照片持续的在社团上面去做一个不实的发布，甚至也有一些民众误会说，高虹安上任之后会把所有的派遣的这个员工的部分全部砍除，改成用正职，这些都是不实的谣言。 只是想袂到澄清了过15点钟，有人超工在网络顶悬继续写讲，清洁队员过年了连面就会失业，市府决定提出告诉。来做这个警察局的这个提告的动作，希望说不要再让这些就是莫名其妙的粉丝专业，也不是新竹在地的市民哦。市府强调不实的谣言，唔但会伤害到市府员工的士气，更加会影响到基层的心情，所以这摆袂阁再吞论。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